老虎伍兹10年前爆发婚外情后，高球生涯走下坡。他今天赢得第83届美国名人赛，抱回生涯第15座大赛冠军，以穿上睽违的名人赛绿夹克宣告大复活。1975年出生的伍兹 Tiger Woods， 球坛成名一晃眼已20多个年头。他1996年转入职业，同年就拿到 PGA 年度新人。隔年，他以21岁之龄勇夺名人赛冠军，是奥古斯塔国家高球俱乐部 Augusta National Golf Club 历来最年轻的冠军得主。2个月后，年纪轻轻的他首登球王宝座。伍兹2000年在美国公开赛以创纪录的15杆之差击败第2名封王，接着在英国公开赛又以优于第2名8杆的成绩夺冠，成为史上第5人完成生涯大满贯。33岁生日前，伍兹已有14座大赛冠军落袋。伍兹的崛起激发无数人关注高球赛事，也鼓舞不少后起之秀投入这项。每有电视转播他的比赛，收视率都相当惊人。此前，伍兹于1997、2001、2002、2005年都曾在美国名人赛封王。但2009年，这美好的一切一系变调。新闻巨细靡遗报道他和多位女性有婚外情后，离婚手续、嗑药丑闻、病痛接踵而来，场上场外，伍兹都过得载浮载沉。2013年虽重夺世界第一，但表现不稳。2017年背部手术后，更是大半年没有比赛，那年5月还因酒驾被捕。全盛时期的伍兹纵横高球界，至今无人能出其右。后起之秀从北爱尔兰好手麦克罗伊 （Rory McIlroy） 到美国同胞史毕斯 （Jordan Spieth）、强生 （Dustin Johnson）、科普卡 （Brooks Koepka），不少英雄出少年的选手都渴望像伍兹一般叱咤高坛，但至今无一能如他黄金时期那般无可撼动。根据富比士杂志 Forbes， 伍兹主宰高球的时代，年收入可达1亿1000万美元，是全世界最高薪元，其中3000万美元来自耐吉赞助。去年他收入4330万美元，只有130万美元来自代言。这10年的沈浮，似乎都在今天他结束长达11年的大赛冠军荒，生涯第5度穿上名人赛绿夹克后成了过去。距离在同一场地奥古斯塔开始的那个起点，1997年名人赛摘下生涯第1个大赛冠军，已是22年又一天。伍兹过去以球技傲视高坛著称，但和历来最佳纪录人有些微差距。目前拥有最多高球大赛冠军的是尼克劳斯 （Jack Nicklaus）， 球迷昵称为金熊的尼克劳斯，从1962年的美国公开赛到1986年的名人赛，24年间拿了18座大赛冠军。如今伍兹缔造22年间拿15座大赛冠军的成绩，虽仍不及尼克劳斯，但也称得上是高球界常青树。而若以尼克劳斯已高龄79岁，而伍兹才43岁来看，老虎哪天改写金熊纪录，看来也并非遥不可及。